你有冇曾經諗過，點解有啲人喺痛苦中反而變得更強大，而有啲人卻被擊倒？大多數人認為痛苦只會帶來傷害，但尼采卻話：凡殺不死我的，必使我更強大。呢句話挑戰咗我哋嘅常識。當你面對失敗、焦慮、人生低谷嘅時候，係咪會懷疑自己撐唔撐到落去？尼采嘅哲學正係為咗逆境、自我成長、生命意義而生。喺而家社會嘅框架下，我哋從小被教導要追求安穩，唔習慣接受混亂同挑戰。當安穩被打破，一直建立嘅價值觀崩潰之後，好多人揾唔到新嘅生命意義。面對失敗，我哋會選擇逃避，呢個係啟動咗自我保護嘅機制。尼采提出一個解決方案：擁抱痛苦，不再逃避，承認痛苦係生命嘅一部分，創造新價值。唔好淨係跟隨群體，要成為你自己。自我超越，將混沌轉化為創造力，孕育出跳舞嘅星星。今日我要同你分享15句尼采嘅經典名言，佢哋可以幫助我哋喺痛苦、壓力、人生意義中揾到突破嘅方向。知道為什麼而活的人，幾乎可以承受任何一種生活方式。生命唔係關乎環境，而係關於目標。當你揾到為何而活，就能忍受一切困難。而家嘅你係咪已經揾到自己嘅為何而活呢？凡殺不死我的，必使我更強大。痛苦並非純粹嘅毀滅，而係鍛煉。每一次挫折都係力量嘅養分。你係咪能夠將眼前嘅痛苦當成自我成長嘅鍛煉呢？人必須在心中仍有混沌，才能孕育出一顆跳舞的星星。混亂並不可怕，佢係創造力嘅泉源。若果冇心中嘅掙扎，就唔會有新嘅突破。你嘅混沌孕育緊乜嘢新嘅可能啊？上帝已死，上帝依然死了，而我們殺了他。傳統價值瓦解後，我哋要創造意義。呢個係一種自由，亦都係一種責任。喺呢個沒有固定答案嘅世界入面，你要自己建立乜嘢價值？成為你自己，唔好模仿其他人，唔好活喺群體嘅期待入面。最重要嘅功課就係回到真實嘅自己。呢一刻嘅你，活得似唔似你啊？喺每一個真正嘅人心入面，都藏住一個想要遊戲嘅孩子。唔使無時無刻將自己困喺嚴肅同埋責任入面，保持緩心，呢個先係真正嘅力量。你記唔記得你上一次盡情玩樂、開懷大笑係乜嘢時候啊？無形嘅線先係最強韌嘅聯繫。真正嘅連結唔係血緣或者契約，而係心靈嘅理解同埋共鳴。你有冇同邊個有無形卻強大嘅連結？沒有藝術家能夠忍受現實。藝術係對現實嘅超越。如果只係接受現實，我哋就失去咗創造嘅勇氣。喺現實世界入面，你會唔會渴望創造另外一個可能性？活着就是受苦，而生存下來就係受苦中揾到意義。受苦係必然㗎，但係咪能夠活下去，取決於你能唔能夠賦予痛苦意義。你嘅痛苦帶嚟咗乜嘢啟發？沒有事實，只有詮釋。
我哋所謂嘅真相，其實都係觀點。學會跳出框架，先係真嘅智慧。你係咪會將某種解釋唔當成唯一嘅真相？有智慧嘅人唔單止能夠愛佢嘅敵人，仲能夠恨佢嘅朋友。真正嘅智慧唔係盲目愛或者盲目恨，而係超越情感，直面真實。喺關係入面，你係咪咁直面矛盾同真相？除咗追求偉大與不可能，我唔知道有冇更好嘅生命目的。人生最有價值嘅唔係安穩，而係勇敢追求不可能。即使失敗，亦都比毫無嘗試更光榮。你嘅生命入面有冇嗰個值得奮不顧身嘅目標？我哋總係以為痛苦係敵人，係應該被消除，但係尼采卻告訴我們，痛苦或許係生命最誠實嘅邀請函。痛苦邀請我哋打破舊嘅自己，喺廢墟中長出新嘅靈魂。痛苦逼問我哋，當冇標準答案、冇上帝、冇外在嘅框架可以依靠嘅時候，你係邊個？你為何而活？呢15句說話唔係要你盲目擁抱痛苦，而係邀請你喺掙扎中依然選擇清醒，喺混沌中依然勇敢創造，喺群體中依然保持有自己嘅聲音。你嘅痛苦唔係終點，佢可能正係你開始真正活着嘅起點。你嘅存在本身就係一種創造，唔好浪費你嘅混沌啊！